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今日增加382个本土病例，是今年以来上界严重数字。但是中央讲，要完全无病例是无可能，未来一定要甲病毒共存。目前大部分的病例拢集中在北部，另外高雄也民众去到5路场所行大，恐惊疫情会搁再来扩开。落超过1200条台语歌的宝岛歌王文夏，伫7日暗时困眠当中来过身，食到94岁。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382个本土病例，是今年以来上界严重数字。其中新北市上侪有111例，台北市有87例，高雄有59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接落来1、2个月会来到疫情的高峰，确诊病例恐惊会超过1500例。陈时中也搁再讲，要完全无病例，这是无可能的，未来一定爱甲病毒共存。环保人员伫桃园八德区公所外口的道路详细清扫，因为出现确诊者行踪，而且是八德区公所一个员工，是否紧急考虑相关接触者个PCR采检，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开。这个八德区公所的某员工，他是在这个快筛阴性，那么昨天这个 PCR 采检为阳性，那因此昨天立刻进行疫调匡列。桃园市政府这么紧张，不是无关心，因为国内本土疫情搁创今年以来一天新高，初次增加382个本土病例，分布伫全台17县市，其中以新北市111例上济，第二是台北市87例，高雄市59例，基隆市41例，桃园市28例。指挥官陈时中承认，疫情可能伫1、2个月达到高峰，确诊人数会比1500例更加多。高峰可能还要更多。那个量是怎么样来做估算？就是以我们现有的，不管我们是病房或是我们的急检所，能够承受的量。本土疫情滚到社区真侪所在爆发，已经连续7天，一天确诊数超过100例。但是中头一摆承认要全面清零已经不可能。清零是不可能，那未来在形式上一步一步往这样走。对不对？那就必然会跟病毒共存的时候在，但这段时间我们就是努力的，来做，把疫情控制到它不要说突然爆发式的指数型的成长。因应本土疫情爆发，而且99%确诊者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指挥中心要修订轻症染疫者居家照护指引。目前新北市已经表达有意完成试办，现在的量能都还承受得住，还没有到那个点。那第二个，这一定要有一个示范，然后让大家开始在做的时候能够很安心。那为什么会新北市？因为新北市的市长侯市长，他跟我表达说他有这样的意愿。另外，考虑最近越南航线航班落地采检阳性率悬，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麦开始到5月7日1个月期间，为越南入境的越南、越籍甲越地等航空旅客，除了坐飞机进前2天内PCR阴性报告以外，伊原爱安排旅客增加坐飞机进前6点钟内抗原快筛报告，由航空公司指派专人监督旅客快筛。另外，为加速体检量能，国内快筛甲 PCR 核酸检测会交互使用提悬效率，为了让大家用真少摕到快筛试剂，也无排除定向。记者综合报道。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北部疫情。新北市今日增加111个本土病例，其中3级的国小老师群聚案就增加28个出来。另外，伫台北市今日增加87例，目前有9间酒店17个人确诊。商业处要求业者就要停业3天进行大消毒。也那家人的部分是增加41例，基隆市政府也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因市政府要分流居家上班。全台疫情退烧，北基初期合计有239例本土确诊，占全台382例本土确诊的6成多。新北市增加111例本土案例，卡店、骗补、设置的素食店、健身房等，像三级案就增加28人确诊。土城警分局也有警员确诊，驻地就加强清消。另外，确诊者甲外县市相关的就有13例，其中台北市相关的31例，基隆市相关3例，新竹甲台南相关各有2例。28人里面有7个是阴转阳，不管是新北市匡列到外县市，或者外县市匡列到新北市，我们都要共同的面对。外勤单位亦实施分组分流
各分组以人员不接触、交接落实清消为原则。家人的疫情也有相关，增加41例环保人员也加强确诊者卡点的清消。41例中，工地案各增加15例，小吃店案2例，教会案2例。航空相关3例，感染源等待厘清的有12例。为了避免疫情影响市府运作，市府宣布初八开始启动分流地处办公模式。我们从明天开始启动分流居家办公的一个机制。我们会把同仁分 A 班跟 B 班，正副首长也会做分流哈。另外，台北市增加87例确诊，58例疫调中，其中亚联会馆案增加1例。因为高达已经有9间酒店17例确诊，商业处已经要求相关工作人员专管快筛，环境清消停业3天。这17例当中，在居住在台北市的有9例，那外县市有8例哈。那本市的这个商业处也进行相关的一个场域的一个管理。北市府表示，为了因应疫情，将调整停课标准。若讲全市有4个行政区达到1/3学校全校停课，会考虑全市停课。北市教育局再次表示，全市学校停课标准，不过也讲会搁甲教育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北部看线，咱来看到中南部高雄的部分，今日增加59例，其中有33例是甲5路场所群聚感染案有牵连。目前高雄有2间会馆的群聚感染已经找到感染源了，也因为这寡所在出一入拢会近距离接触，这病例恐惊会继续逼出来。然后讲到家己伫今日增加8个病例，一个是中正大学的学生，另外7个是正中营区拄入伍的阿兵哥。华兵青装备伫营区进行大消毒。嘉义县府公布，初7增加8例，其中7例是10军团正中营区拄入伍的新兵，累计到今，这个营区已经有9个人确诊。另外一例是中正大学学生，学校也赶紧大清消。经过疫调，这名确诊学生因为春假并无入去学校，目前库列16名师生。那他到外县市，跟他们社团的人去旅游。那同团的大概7个人里面，就我们所知道，有5个人确诊。高雄疫情方面，初7增加59例确诊，敢若3间5路场所的群聚都有33例，其中确诊女歌手所延伸的雅阁会馆群聚占17例，雅阁会馆累计到今确诊已经达到46例。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引起2间会馆群聚的感染源已经找到啊。他在金巴黎跟雅阁，他都有活动的这个时间。我们发现这一位有上去唱歌，就跟我们这一位女萨克斯风手就密切的接触。苗栗县是增加2例确诊，其中1例伫刀份，是经营伴手酒店的头家娘，已经收治治疗。另外1例也无暗号，是刀份刀焕平营区拄入伍新兵。马甲关山营区确诊个案坐港班新兵专车说防感染。3月30号呢，在成功岭呢，搭游览车到苗栗的营区，曾经呢跟我们彰化县24999的确诊者搭同一个班专车。花莲县疫情也搁增加16例，其中14例是美食餐厅传播链，主治病院传播链是搁加1例。台中市也增加4例，拢是伫khu内地区隔离中确诊，无增加公共场合卡者也是接触者。疫情相关，各县市拢唔敢疏忽。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上届新的统计，讲全国目前14个县市133间学校当日全校停课，或者是部分班级停课。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若照这个趋势来看，拢用大规模停课伤过严格。教育部会加入指挥中心另外做讨论，相关的标准是要来放令，也是要安怎做，拢会让来过来瞧吼。那准代替讲这烦恼咧，会当用快筛来代替停课，相关规定伫后礼拜就会讨论出来。本土确诊病例这几天一直增加，疫情紧张。台中市长罗秀燕初7宣布，即马开始到4月30日，高中职以下学校暂停跨县市的毕业旅行加校外教学，按照下看疫情来调整。还没有出发的团，大概有50个学校左右哈，我们都已经逐一的通知，请大家把他们的跨县市户外教学或者是毕业旅行哈，暂时延后。
疫情相关全台校园拢有新的规定。基隆市直接宣布高中级以下校园室内外场地暂停对外开放。台北市高中级以下校园假日开放室外，暗过室内无开放。新北市国小校园室内场地暂停造就，各要求访客入校爱注2剂疫苗。桃园各高中小甲幼儿园今日室内暂停外招，台中高雄宣布高中级以下室内外拢暂停开放。台中市阁禁止访客进入。但市长认为校园防疫停课标准拢爱滚动检讨。但我们不希望现在就是为了这种轻症的状况，把这学校的停课都把它停掉了，合理的放松。那可能如果有担忧的话，可能就用快筛来取代它的停课。但你快筛的结果有很多人是染疫，那你只好停。根据教育部初次统计，全国有14县市，133间校园全校停课，或者是部分停班停课。但是中城镇大规模停课伤过严格，目前国内轻症较济，亲像过去围堵的必要性降低。目前应该将学生的受教权放伫优先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活动，拜五暗时11点就特别起脚咯。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是搁再呼吁信徒爱赶紧去注满第3档疫苗。不过伊也讲，一般的进香客确实是无强制性，希望中央政府有明确的防疫规范。伫咧庙顶头前排队摕小黄卡来换3 OK 卡，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就要伫咧8号暗时11点起驾，展开9天8暝。经过4县市的绕境活动，面对疫情的升温，绕境期间防疫会使做好无？有的人是甲家己交互神明，有的人是感觉真烦恼。免烦恼，干妈祖出门免烦恼。第几摆干妈祖都会出门啊？30多摆。疫情这么严重，然后我们真的很诚心去，难免也会怕说人多这样子会有感染的风险。防疫做好就不会了啊。对，口罩要戴好啊，自我保护。起驾前一天，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召开记者会，强调庙方已经配合中央疫情流行中心的防疫规定，要求全体理监事、工作人员、随行的采访媒体，拢必须要注3剂疫苗。但是对于广大的信众，颜清标坦白讲，只会当可抗，完全无强制力，呼吁中央应该要予大家更较进一步的指引。防疫指挥中心这是内行的。到目前为止，庙方虽然以最严密的标准自我要求，乃希望讲疫情指挥中心能在办理这个绕境上做出明确的这个指导与协助。镇南宫表示，今年的绕境全部拢规定爱挂喙罨，袂使用胶卡做阵食饭。原本准备2万张的3 OK 卡，已经予民众兑换了，目前搁再加印2万张。7号庙前的兑换柜台服务的延到暗时8点，8号是为早起的9点，会一直持续到9号半暝1点。记者台中报道。伫咧台语歌曲当中，有几落条是安怎听拢听袂sen亲像是飘浪之女、妈妈请你夜保重、黄昏的故乡，这一条一条好听的歌曲，拢是国宝级的台语歌王文夏的作品。伊直到90岁，还阁会当登台演唱，规世人录超过1200条的台语歌。不过文夏伫咧初六暗时困眠当中去做仙仔，食到94岁。离开故乡，深深的乡愁，和报道歌王文夏黄昏的故乡深情唱出超过1架子，把红甲掠袂掉的怀旧老歌，是当年无法度等在台湾的政治黑名单游子唱甲会流目屎的歌。文夏为少年唱甲老，一直到90岁，单电依然真有力。2018年已经90岁，报道歌王文夏依然公开演唱，演讲是台湾歌坛走跳上过歌手。歌名王水花文夏，高雄人名就创作出第1支台语歌《飘浪之女》。33岁时阵组成文夏4姐妹乐团，是本土上早流行乐团，风靡全台。会唱会演出11部台语电影，灌超过1200支台语歌曲。
咱想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牵挂你这的风心，我的阿母。阮系红蝶维权时代，连这首单纯思念妈妈歌曲，也被认定搅乱军心被禁唱。也有研究指出，有99首的歌曲被禁，毋过就算伊到老，依然挂心台语歌曲传承。毋过最后伊讲，伊放心咯。这年轻的，像陈升的我爸啦，当初在那五月天，大家恁唱我个台语歌，我真放心，讲啊，安尼还佫有人接班人。有悲情，有轻快，阮系歌声，迄个时阵传遍大街小巷。带年会相差25岁学生文香，两人一直牵手到老，得到国际荣誉奖项，也比袂过以歌声安达真地带人心的才情。前日暗时因为器官衰竭，伫困梦当中过身，享年94岁，行上归途。报道歌王文希不只是再会啊港都，也告别人生。春玫瑰，春玫瑰，再会啊港都。记者综合报道。94岁国宝级台语歌手文夏，初日暗时伫困梦当中过身。家属目前决定要使用基督教仪式来解烧丧。公司台语台伫4月17暗时10点，也会播出宝岛歌王文夏演唱会，邀请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怀念伊的歌声。宝岛歌王文夏初日暗伫困眠当中过身，享其寿94岁。家属透过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对外联络，目前决定采用基督教仪式。安息礼拜日期，高爱单决定了后再公布。在晚上差不多8、9点、10点的时候，其实他还脑筋很清楚，还跟养护中心的人有对话，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到了11点多就走了，这样子是在睡梦中走的，对，很安详，很安详。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我就是文夏，多谢今仔日大家来看我的电影。本名王瑞豪的文夏，1928年出世伫台南。1949年，还搁咧读册时阵，就创作第一首台语歌曲《飘浪之旅》，嘛组乐团演出。伊伫1956年甲台南亚洲唱片合作，后来搁组文夏4姊妹合唱团演台语电影，拢轰动一时。代表歌曲《有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也保重》、甲迄个小姑娘等等。协会表示，文夏老师伫社会公益嘛付出真济。小巨蛋、新庄体育馆，或者是安养院、养护中心，其实他跟我们走遍了很多的地方。他跟他太太文香手牵着手，然后一起来做公益，其实是非常感动的。文夏伫2004年得到文化总会国宝级艺人奖奖，2012年嘛上颁金曲奖特别贡献奖，2020年又搁得到台北文化奖的特别奖。公司台语台4月17暗时10点会播出宝岛歌王文夏演唱会，请大家做伙来怀念伊的歌声。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讲到东南阿摩土厂进前做铁道作业的时阵，煞甲电塔地歹去，连带影响到台铁高铁的车帮大乱。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这赔偿一定会讨到底。今日宣布，上铁要甲这东南水泥讨7800多万的赔偿。高雄市政府也要求赔偿600万。东南水泥表示会担起赔偿责任，无排除会向施工单位讨赔偿。也若台铁拍算伫咧5月初1劳动节的时阵无要来加班，王国材强调会和工会沟通，也会准备公路接送机制。清明连假进前，当然暗土厂都遭倒去，地海电塔造成高铁代替停驶，民众回乡受阻。交通部长王国材承诺会求偿到底。评估率去5点，办出营运状况了后，上提求偿7863万。高雄市副指控东南暗土公司欠缺企业责任，影响上提12.6万旅客。市府指出，专接调度费用，协助抢修甲清理求偿600万。高铁公司大概6680万，6680。那台铁是1183，对，所以说加起来
差不多8000万左右。8000万左右。针对求偿金额超过8000万，东南暗头公司回应会负起赔偿责任，包商有担保无排除转向包商求偿。另代替工会补办交通部硬要送新公司法条例草案，发起5日劳动节无要加班，已经得到9成1350人连署响应，向其冲击处分。王国才表示，交通部有配套方案，启动公路专责机制，但不无希望加到迄一步。是4月中旬的时候，那4月中旬快到了。对对对。那就是下个礼拜嘛。对。好，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会确定到他们这个不加班的名单已经确定了，我们再来处理。代替公司法设置条例，例如签照机场公司、甲港务公司等，按过李委员会代替是国内大众运输工具，告需要甲国际接接。台铁有跟国际往来吗？没有啊，台铁是从头到尾都是国内我们自己运输的大众运输工具啊。也因此，我们在讲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硬要画上一个等号？多角化经营是让它形成一个财务的正向循环，正向循环它可以做很多的改善。王国才表示，后代替公司化甲多角化经营，应加做财务正向循环，有更较侪投资改善，也嘛代替加做亲像日本这国际有名的铁道公司。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今日通过边境地权条例修正草案，定出限制换药转卖、动发炒房行为，建立检举奖金制度，也有管制司法人买厝解约申报登录这5大面向。炒房者上当会当罚到5000万。不过，这个卖厝的中人表示讲，这投资者是真希望会当脱手。不过，这地价现在啦，拢伫咧起价进行，厝价要落，恐惊是无遐简单。台中7期精华区内新兴建案一栋一栋起起来，台湾厝价逐年起，一般上班族想要买厝，拢感觉真无简单。一般的那个房价大概1坪都快到30万，你看他不吃、不穿、不喝，大概一辈子都买不起。为了健全不动产市场，行政院初次宣布通过边境地权条例修正草案，限制预售屋也是新厝买卖。未来除了配偶直系、二等亲内帮系血亲以外，袂使转卖予第三人。违反规定会当按户罚50至300万。另外，针对有散布不实资讯，影响交易价、制造热销气氛进行炒作，拢会当按交易户数罚100至5000万。法案实施了后，投资者可能会小增卖厝。以现在买方来讲，他就可以慢慢挑。那越慢挑，可是时间1分1秒都过去了，卖的人就很紧张。如果没有卖掉，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要投入更多的成本，把这个房子 hold 住。房地产大消业者是讲，投资者退场了后，家己大买厝也是无法度抬价，建材地价拢起的情况下，厝价也是无法度落。动法虽然有主动的效果，但过要罚炒房较歹认定，建议直接提高本来的买物件买卖机制罚则。购屋的买卖机制啊，或代销经纪业的这个合法性，这个服务品质的部分，或者是在建筑业，他们在施工的部分、交屋纠纷的这个部分去规范，倒不如把这个违法的地方，他可以把这个罚款提升加重一点。行政院强调，这届修法希望会当健全房市，也是会当保障人民财产权甲契约自由，所以有特殊重大变故者，无伫限制换约的范围内。因为这个重大变故而导致他无力缴款的这个状况的发生，那在这个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同意他可以换约。草案修法重点也包括建立检举奖金制度，管制司法人买厝解约申报登录。行政院后续会送立法院审议3读通过了后，才会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讲到罗西亚军队开始离开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恐惊是要重新安排，准备要伫咧乌克兰的东部发动一场的大决战。乌克兰政府呼吁当地民众就要赶紧离开。另外，离基辅50公里远的乡镇波罗江卡，亦互罗西亚军队吞达甲密密麻麻。当地代理镇长估计，当地恐惊超过200人死伫咧罗西亚的军队手头。基辅西北部城镇波罗江卡伫俄军撤离了后，居民陆续转来，无法度相信家己的厝拢毁掉，大楼一栋一栋，那亲像互人破败，拢交互炮弹过，民众的财产散归涂骹。虽然媒体镜头无翕到真侪人死伫路的，一寡居民也指证家己的厝边仔朋友拢死去，大声喊讲爱一命拄一命。Русский мир,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русский мир.
Кацапов вонючих будем душить, мы их будем душить. До Москвы дойдем, Москву, сука, сожжем всю этого урода 7-месячного Путина. Мы, сука, ему горлянку перережем. 保罗江卡代理店长也可讲，当地有1.3万人，俄军攻击了后，有200人失踪去，凶多吉少。乌克兰检察总长表示，在基辅州为俄军手头解放的城镇，保罗江卡被杀害人数上济，可能超过引起国际舆论的布查大屠杀。目前乌克兰部队也搁伫俄军撤离的基辅四周围城镇轻度地雷，呼吁民众先莫着急转来。 俄军包围基辅一直攻袂落来，撤离行动无代表放弃。美国甲乌克兰的情报拢显示，这2万外的俄军已经互人派去白俄罗斯也是俄罗斯进行补给定组，未来真有可能锁定乌东地区发动大战。伫乌克兰官方呼吁下，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的民众已经加速撤离，避免去互战火弹着。 1986年发生过严重核灾切尔诺贝核电厂2月开战初期，就互俄军攻占，即晚总算重新升乌克兰国旗。战前传出俄军伫辐射污染严重禁区红色森林乌防空湖，造成士兵严重受害。也毋过俄方否认，乌克兰军方提上新的空袭画面，会当看到当地确实有无路用的防空湖，也证实俄方无顾军人性命的残酷事实。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罗西亚军队离开乌克兰首都基辅了后，率伫咧另外一个乡镇布查伤害百姓，目前上报有300人死亡。英国首相强森也批评讲，罗西亚的行为根本是要整族灭绝。不过罗西亚也强调，讲这款影像拢是假，是外界故意要找借口来甲因加强制裁。 当地居民对朋友死去感觉真伤心，嘛真生气咧指控俄罗斯的军队真残酷。 俄罗斯的军队撤离基辅了后，乌克兰的军队收复基辅附近的城镇布查，发现这个俄军伫遮的暴行，有数十区的兵丁尸体都安尼倒伫咧大路顶悬，甚至还阁有人是去互人抓枪对后头壳安尼甲击落去。当地居民若想到这件代志，这个月生活会使讲是想到还阁会错。 Ховалися, свистало над головою. Ми стояли ось з дочкою ще двох, стояли в цьому. Ось в під'їзді, а воно вилетіло над головою. Таке відчуття.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官员咧讲，目前已经上介少有发现300个人死去。虽然讲俄军已经撤离，不过因留真侪炮弹需要清理。即摆毋但美国总统拜登咧指控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伊犯着战争罪，英国首相强森嘛咧指控讲，俄军伫咧布查的暴行，这和战国灭境差不多。But I'm afraid when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Bucha, the revelations that we're seeing from what Putin has done in Ukraine, which doesn't look far short of genocide, to me, it is no wonder that people are responding in the way that they are. 不止个俄罗斯拢是死唔认仇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更加咧倒头讲，西方的媒体一直咧散布假消息，伊是想讲要来迫害和谈，并且和新一波制裁正当化。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вот этот страшный преступный фейк, сценарий был сфабрикован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правдать очередной заранее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пакет санкций, включая масштабную высылк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 из ряда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Ну и, конеч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сложнить, если не прерва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переговоры. 乌克兰和俄罗斯拢咧指控对方伫咧布查犯的暴行，不止个有愈来愈侪这个证据来出破，也有当地居民的证词，俄罗斯恐惊是摕袂掉。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引起世界各地民众的反弹，包含德国柏林的国会大楼头前，就有民众举着乌克兰的国旗倒伫涂骹，代表死伫战火当中的乌克兰民众。另外，一个天主教的教宗彭济各伫梵蒂冈接见对乌克兰来的少年人代表，而且也伫演说当中谴责罗西亚发动战争。教宗方济各摕乌克兰国旗搁长长斟旗啊，现场有热烈的扑啊声。教宗尾爱演讲中，除了谴责俄罗斯发动战争，也批评大国侵犯边仔的小国这种行为。
Ma purtroppo la logica dominante è quella delle strategie degli stati più potenti per affermare i propri interessi, estendendo le aree di influenza economica o influenza ideologica o influenza militare。根据外电报道，布查传出互人盗窃事件了后，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调查会议。不过，真侪届气候论坛主席英国拒绝。一直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安理会发表施行演讲，有关布查事件讨论才变做会议内容。告状的演讲也提起国际社会第二出大战了后，将国际人民改造联合国。不过，世界人看出来无学到假事。È andata avanti la vecchia storia di grandi potenze concorrenti. E nell'attuale guerra in Ucraina assistiamo all'impotenza dell'Organizzazione delle Nazioni Unite. 在其他抗议俄罗斯的反战活动方面，德国柏林的国会大楼前，真侪民众摕乌克兰国旗，都伫涂骹倒来方式假做死人，来哀悼乌克兰战争的死者。另外，乌克兰西部大城也是极右派民族主义的利沃夫，当地民众用点蜡烛的方式表达抗议甲哀悼。最近，伫国际媒体真有名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切拉哥发表施行演讲，伊特别用俄罗斯语呼吁俄罗斯民众加入反战的行列。泽伦斯基讲，做无起来对抗俄罗斯政府的压迫，都会一世人拢判纳粹同款的罪名。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伫咧美国纽约的街头，有一寡街友会打布棚占地，互环境变甲真垃圾；，也有一寡街友会食毒，也捌发生街友拍人的问题。纽约市长亚当斯昨就派人甲一寡布棚全拆掉，不愿意配合的街友也去互警方抓起来。初日下晡，纽约市这条街啊，聚集真侪警察，咧做撤离街友的任务。街友是拒绝离开，嘛要互警方把因的布棚拆掉。落尾手这的布棚全部由警方强制拆除，因的毯啊甲相关的用品嘛拢悄悄互清掉。Well, it means that I'm in this. 过程当中有少数的街友，还有因的支持者去互警察抓去。迄天警方甲超过250个这款规区的布棚拆掉，其中有一半以上拢伫咧曼哈顿。这个月底，纽约市长亚当斯有先预告讲，要甲纽约市5个行政区100外个街友的布棚拢总拆掉，嘛强调讲会甲因安置伫收容所，不过街友是无愿意配合。The only reason he came in office because he promised he'd clean the subways out and keep the homeless off the street. We need apartments. We don't need temporary housing. 亚当斯强调讲，收容所才是街友上界安全的所在。最近发生街友互抢劫的案件，袂当搁再发生。进前伊有参观布朗克斯的收容设施，有500顶床，而且由照顾街友的组织来营运，嘛有甲病院合作。500 hypodermic needles. I'm supposed to allow this to stay? I'm not believing that dignity is living in a cardboard, without a shower, without a toilet, living in terrible living conditions. We want to show them what it looks like to have wraparound services, for someone to be there on the scene, giving you health care, mental health assistance, a clean bathroom, giving them a place where they can have dignity, not living in their own ways. 有人质疑亚当斯安置街友的政策是为着挽回迁徙离开这个城市的纽约人。亚当斯并不认同，伊表示伊是要让街友的身心拢得到安顿。在宣导的过程当中，嘛会分手册，而且做说明。假做一个市长，伊要让街友困伫咧纸房的。公司新闻吴良编译。有风声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礼拜会带团来访问台湾，台美两边政府拢无甲话讲明。根据着日本媒体报道，讲佩洛西结束日本的访问了后，有可能会来访问台湾。也因为即马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地区着台海局势受到关注，美国就有机会展现对台湾的支持。4月30日，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签署成后43周年。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伫即天率领国会议员团结束日本访问行程了后来台访问，台美当局对此无愿意证实，也拢无否认。对于相关人士的邀访，如果有具体的进展，那外交部呢，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对外的说明。根据了解，台美协调会议就是避免中国反弹影响行程，这也是1997年因此开了后，有希望再度有现任众议院议长来访。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啦，伫众议院听证会表示，若讲中国武力犯台，会准备一切制裁工具。Am I to hear from you
that you're open to all tools available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moves aggressively towards Taiwan. Absolutely. I believe we've shown that we can. In the case of Russia, we threatened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We've imposed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And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not doubt our ability and resolve to do the same in other situations. 叶伦无愿意说明可能的制裁措施，领导时众议员卢卡斯提出排除中国法案，一旦中国对台湾造成任何威胁，会将中国排除伫国际金融体系。美国副国务卿雪曼切拉伫众议院外委会听证会强调，美国一种政策指引，包括台湾关系法，无接受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也有能力反制。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gard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by other than peaceful means a threat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of grave conce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the capacity to resist any resort to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that would jeopardize the security or the social o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That's w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all about. 小班希望中国会当伫即摆俄乌战争中学到的教训。佢表示，美国当咧检视每一个环节，改善对台军售交货效率。另外，美国印太经济架构今次邀请台湾，小班强调，美国也未对会员国做最后决定，也毋过将包括有高标准约束的合作盘。记者综合报道。 体育会主委房世宽之前因为心脏出问题住院治疗，今日去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表示身体定力恢复。另外，针对国防部被拍算甲这做兵的时间长短来增加或者缩短，房世宽表示讲无去询问到这项意见，不过伊个人认为长久长时间，这军方会有困难。另外，体育基金前2个月已经了173亿了，房世宽也讲应该会找投资公司来做操作。 83站楼梯需要串一个体育会主委房世宽定日因为心脏状况住院，病拄好，初7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5月政会引起国内讨论国防改革，国防部建议调整兵役日期，并无听循体育会意见。也不过房世宽事件，突然延长兵役有真侪困难，短时间歹克服。 要特别找训练的场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来训练这一些人，所以我猜想，假如我们骤然的实施兵役的延长、人数的增多，这些困难可能短期之间不可能把它恢复。 房世宽捌伫5月冲突前期指出，今仔日的乌克兰马在台湾是无理的讲法，引起民众讨论甲立会观测。对此，房世宽解释，伊的想法来自今仔日香港马在台湾，而且乌克兰甲台湾敢袂当比，因为台湾伫地缘位置有海峡天险，好受歹攻。台湾是易守难攻，固然有一些不当的，我不应该说不当的言论，有些言论说我们退无处所。 那正是我们大家一起团结一致的时候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顶个月访台，传出有意要争取体育基金投资伊事务基金。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驳斥，房世宽也强调会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想要小想体育基金。另外，公务人员体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今日公布基金操作绩效，前2个月得了173.88亿，收益率是负2.4%。房世宽讲，目前操作无效益。 我不是批评，也不是不敢批评，而是真的我们要选择有效率的单位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专属部回应无应该以短期现象评价整体表现，指出体育基金活3年加权平均收益率是10.38%，去年是11.85%，伫政府六大基金中排名第2。另外，行政院也会同考试院协定公告退休公告人员，也是回溯定期退休互因给付金额，为7月初1增加2%。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屏东县长初选非常激烈，结果伫中斗出来了。有现任县长潘明安伫咧小田的不分区立委周春美摕到胜利，以58拍民调甲曾瑞雄抑个张嘉宾拍败。周春美也讲会向其他2位请教，甲因的政见列入去家己的参选政见当中。 初选民调结果出来，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周春美确定胜出，有希望代表民进党投入今年底屏东县长选举，支持者甲团队拢非常欢喜。就算初选过程，甲曾瑞雄、张嘉宾竞争激烈，赢得民调的周春美无袂记咧感谢2位对手，也表示会将2个人的建议纳入家己参选规划中。
我也会向2位委员来请益，把这段时间大家对屏东的愿景，大家对屏东的打拼，把他们很棒的政见融入我将来的规划当中。电话民调3600通，以周春美、曾水雄、蒋家彬3个人分别甲竞争对手苏清泉对比方式进行。统称民进党党中央甲另外2间民调公司的结果，周春美58.99%，曾水雄51.64%，蒋家彬44.87%。周春美摕到民调冠军，但20民进党中执会提名通过，那年底赢得选战，将争做屏东第1位女馆长。候选人已经产生了，我们就祝福他，我们也会去协助他，那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拼战，这也是我们民进党的一个传统价值。我会和我的团队配合县长提名人，为民进党在屏东赢得年底大选，团结一心，才能迈向胜利。民调失败，曾水雄甲蒋家彬拢顶现风度，也表示会全力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比较民进党精选大概确定，国民党也无明确精选，也好屏东县党部有淡薄仔着急，向中央发声动作要紧。已经清早期前几年的前国民党立委苏清泉早早就表态要选县长，和民进党看作是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党内初选的民调，不是将来县长最终选举的结果哈。对民进党民调，苏清泉甲民进党3个人拢出现落差，伊认为民调无定是结果。虽然党内提名一直无定，也毋过伊尊重党中央的提名基程，也会积极备战。争取少年人甲条件选票，有信心互绿地变蓝天。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早起举办国际记者会，目的是要说明伊的国父机要会这个官司以无违法的所得。不过，陈水扁目前是保外就医，照规定是袂当开记者会的。不过，陈水扁表示，伊是希望民众会当了解到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也要来证明伊的清白。台中加表示讲，会收集相关证据，再来看伊敢有违反规定。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强调无违法所得，佮提出资料证明21项公务支出的1.33亿，比公务收入的1.04亿佮较济。前总统陈水扁为着官司拍败16档的国务机要贿赂案举行国际记者会，佮提前总统马英九伫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案，互判无罪做例，质疑司法有相同标准。我们全部都是如同刚才所讲的，光是21项就高达1亿3000多万。而因公支出，所以跟马英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相信，只要没有双标，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也请各位能够做一个比较。陈水扁国务机要贿赂案对2008年1审判无期徒刑，一路拍到高院经1审判无罪，目前最高法院发回高院经2审审理当中。不过陈水扁因为保外就医庭审，单家辩护律师主张陈水扁的看守吴淑珍也应该对立停止审理。陈水扁正就伫咧后届开庭的4月7日将一天举行记者会，时间是引人注意。法务部处长蔡碧中伫7日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针对陈水扁保外就医举行记者会敢有违规时，唔愿回应。抱歉，这中间的部分，抱歉。这有事先了解过了吗？有毫不请假吗？每一个事情都要去认定了，再去按照事实去评估。台中感觉表示收集相关事情进行评估。另外，陈水扁也互问到，敢会希望总统蔡英文来特赦？陈水扁讲，这是一个无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何必加问？唔通想济。记者综合报道。前面连假过后，屏东小琉球的疫情变搁较紧张，有3个外县市确诊的民众拢去过小琉球，其中还有一对正判伫小琉球迄个所在待4天。另外，有一个民宿业者今仔日确诊了，县政府赶紧伫咧小琉球设台检站。另外，民众们也3钱要来注疫苗，也希望讲会当领到这快台市集。透早东流线的船正常出版，不过游客变真少。清明了后，小琉球已经传出有3位确诊者来过，要求游客唔知影。会担心一定会啊，但就是自我防护要做好。当天来回的，当天来回，所以应该是比较没什么影响吧，因为没有过夜嘛。那平拢算有清消过啊，嘛大家拢做筛检过。东流线交通船每一摆出版了后会消毒。
员工开始挂护目镜，因为其中2位确诊者捌伫小琉球4天，去过真侪景点甲餐厅，即马佫传出有当地业者快筛阳性，居民足紧张，琉球卫生所拢是人。如今有重叠的话，建议你们去3楼工作 PCR 哦。卫生所外口发免费的快筛剂，一捆仔就发出要1000份，内面排队要注疫苗的人嘛真多。因为被吓到，有确诊者被吓到，我们是来打第3剂的。居民赶紧来注意风险，药局、超商的快筛剂嘛真抢市，有的已经卖了了。卫生所表示，体检站对初6下晡到初7中昼已经体检570人，拢总发出2000份的快筛剂。另外，琉球民宿有的已经自主休困，其他业者嘛接到游客问退房的代志。疫情已经冲击小琉球的观光。记者邓家文、罗伟做屏东报道。有100年历史的新德观古迹新埔潘厝，经过整修了后，去年对外开放。迄阵佫成立工作站，而且以潘氏家族下部一上号号名做金合号，带乡亲做伙来了解到这个新埔的发展历史。新埔的潘厝是潘家的先人在1861年所起的，已经有160栋的古迹。经过修复，去年重新开放。这届特别以潘家当年家族部役的商号金和号为工作站号名。我们潘家也非常的高兴啊，有这个文化工作者进驻这一个据点呐，未来的工作站呐，能够更发扬啊，就是不但只是一个据点而已。那么我们也希望让这些整个环境啊更好。工作站未来摆透过空间参历史小介，除了让民众会使了解建筑背后的家族故事，也进一步了解新埔的在地故事。过去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做一个单独的一个的，那我们现在其实试着把它串联在一起。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发现新埔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的方案，包含访谈在地的耆老，以及跟在地居民的链结，还有在地的一些企业跟商家，还有公部门。我们希望呢，从这里作为起点，打造不一样的新埔。目前工作站主要是办主题展览，未来会参地方团队以及社区营造合作计划，和老街、老厝发展出新埔观光新特色。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4月初7是言论自由日，也是民主运动前辈郑南榕过身的日子。文化部特别选伫咧即天，伫咧中正纪念堂举办台湾言论自由之路的开幕典，伫微观空间内面呈现咱一路行过来的苦楚。自由时代周刊的编辑室规个小甲乌噜噜。1989年4月初7，周刊创办人郑南榕为着捍卫言论自由，唔愿接受警方拘提，伫咧杂志社当场自焚身亡。这个场景即马就重现伫咧中正纪念堂的电视厅。希望台湾的社会不要忘记郑南榕先生当时坚贞、坚持、坚定。言论自由100%。伫咧维园空间内底展示的，也包括白色恐怖受害者陈武定的优惠甲艺术品，含台湾追求自由路的重要人物杨奎、雷震、彭明敏等人的史料，呈现台湾对1947年到1992年走向自由的过程，拢伫咧即届国家人权博物馆甲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共同主办的台湾言论自由之路展览内底。文化部特别经4月初7言论自由日开幕，就是希望向前辈者致意。那么今天台湾的言论自由呢，虽然已经扫去内部的独裁者的威胁跟迫害，但是呢，外来的威胁仍然存在。所以这是这个展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了。从中正纪念堂堂外走到这个堂里，花了数十年，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台湾的自由之路要如何走下去，取决于大家的智慧，以及在关键时刻意志力的展现。这条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路行超过半世纪，会当促成这届展览，为着民主前辈拢讲对台湾社会意义重大。不过，因也是希望维园当上会当量查拆除，让自由的灵魂会当真正自由。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
嘉义中正大学目前甲丰收社区发展协会做伙举办丰收社区文化节，导师学生甲社区民众做伙弄水啊，佮举办老相片的展览，邀请在地村民透过相片来看以前甲即卖变化。社区的时代甲大学生摕家私来弄水影，大学生第一摆体验这个活动，拢感觉真新鲜。就把那个酸亚弄下来，然后就可以，因为那个阿嬷跟我说可以做成芒果青，就是削皮之后就可以用了，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一种给长辈的回忆啊，也是给学生一种传承啊，就是了解说古时候人家的生活这样的。日本时代，才就开始种酸亚树，社区的时代拢有弄酸亚成长记。国立中正大学为着要让学生增加在地认同。配合社区来举办社区文化节的活动，唔但体验弄酸影，佮用较早的相片来拍展览，互人知影过去甲即马。这是大人有一个光荣感，讲好，当时看到一个教授，来甲咱指导这个，真欢喜。还有个这学生哦，大家也真热情。从老照片里面看到过去的样子，然后也可以对照现在的这个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所谓的社会变迁。那社会变迁也许是好的，也许是不好的，但是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中正大学中国大学路的计划团队讲，透过共同的活动，勾画学生甲在地的感情，而且嘛会当做伙延续过去的历史，传承在地文化。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每年3月到7月是旺来大出的时间，在南山上东会，但是拢会甲农民收旺来做旺来干。今年头一批旺来干最近就要上市啊！现此时又搁到旺来大出的产季，山上区的加工厂内。工作人员是无用器器，甲旺来下做一块一块，准备要摕去做旺来干，要赶出今年头一批货。采收完当天就是直接现销进去做烘烤的动作，所以是你吃到的是完全都是来自于我们凤梨的鲜甜，它原汁原味这样。旺来干的制作过程无加任何的糖，为彻底一直到放入去烘，完完全全拢是旺来所搭。保留伊本身的酸甜甲营养，大细地嘛袂差伤济，品质是真好。摕来送礼物，也是当做时需要食，拢是袂歹的选择。我们希望说可以赶快就是协助农民来稳定这个市场的价格，然后达到产销平衡。然后在未来的量产期，我们也可以先做好一个冲刺的准备。当年农会拢会先甲农民买旺来，透过加工做成旺来干。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大家拢讲天然的是上好，遮尔好食佮刷脆的旺来干，要食就爱紧，卖了就爱等明年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5度。预估未来3港气象。